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啊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啊，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推动抓钱集中式的政策已经10外档，在民国108年，全国首创启用正圆满抓钱1号炉，4档内累计焚烧4890吨的抓钱，减轻焚烧抓钱炸来的空气污染。为了提升焚烧的效率，市府今年甲中央合资4300万。兴建正圆满抓钱第2炉，3号上午进行启用的仪式。台南市正圆满2炉启用圆满成功，正式启用，我们大家一起来。好，我们请各位贵宾一起将它倒满，那象征我们台南市整个区域呢，整个都可以连线哦。咱台南是宗教之都大大小小的庙合法的，是全台湾上济，无合法的嘛是足济。所以，这咱希望讲有当时这个因为你寺庙，你要烧金纸互神明，但是你的烧金纸炉有当时也无控制率清，烧出来乌烟尤其为金纸，大家要买较俗的，迄个为进口的，对进口我唔知啦，但是迄个烧出来烟红烟，迄个足困难。所以呢，咱会当共同感谢我们道教协会、道教会。共同来推动，让纸钱集中焚化，来这边焚化。市民拢收会到啦，市民连你伫美国的亲戚拢保佑会到，保庇会到啊。你甲烧予伊的金纸，伊乃收袂到，而且烧就收会到，心意上重要。所以呢，咱而且
来集中焚烧，空气经过经过处理之后，空气品质会比较好。台南是第一个安的专用炉全国的县市内底第一个专用炉的一个县市就是像拄只市长讲的讲，烧无够，安等第二炉搁来设究竟烧偌济啊？拄只市长讲，互徐局长来讲，我来代替来讲一个，4年来烧要到5000栋，烧要到5000栋这个第二炉佫会当来发电，所以烧烧了，毋是讲烧烧了之后敢讲烟排出去，伊的遐个热能佫会当来发电。我拄则看数据，大概是一栋的安的金纸可以发1.5度电。上午启用仪式包括中央环保署以及地方各局处民意代表拢到场参加，并邀请南营道教会甲台南道教会等宗教团体与会。启用仪式依照宗教的礼仪，现场并且颁奖表扬有功的人员，包括道长、纸钱炉的操作员、甲纸钱的运送员等。预计正圆满纸钱第2炉启用以后，平均1点钟会用处理600公斤。透过机械式的路程加旋转搅拌杆等辅助燃烧的系统，会用让纸钱达到完全燃烧，而且热能还会用起来发电，达到循环经济搁再利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来到在地经营30档地饮店的起家厝，无分男女老幼，一早有济人排队，希望领上新的酸饮饮料来试滋味。尝鲜刚好现在是芒果季啊，就想说来尝鲜看看。排了多久啊？没有多久，大概9点45那边来排，没有等很久。这杯饮料其实真无简单，主要是在地地饮企业成功以后，持续帮助农民销售的通路，也个要结合生物科技、快速冷冻的技术，才法度保留台南爱文上鲜上甜的好滋味，同时解决产销无法度平衡的困境，也才预估到年底将50吨的销量。我们希望在年底能够至少达成50吨的用量，大概在2万杯左右的用量这样子。然后透过他们的这种新鲜的突破的技术，一定可以达成这个市政府交托的这个那个重托，然后让消费者消费到最好的芒果，能够让这个芒果的产品呢香芒格格，能够整个在全省呢中联来供应。那这样对整个产地的芒果的平衡呢机制呢，这个不会失衡。所以呢，我们冠南今年大力的收购，收购了大概300吨的量，那能够让整个价格趋于平稳，不至于崩盘。所以今年的芒果还是算是控盘成功了哈。在地企业的合作研发，除了互民众一档四季拢当啉到台南爱文的滋味，其中委托嘛出席见证地饮企业甲生物科技公司相互所签署合约，承诺以后产品将优先使用台南在地农产蔬果，共同推广到全台甚至进军国际。会中嘛因为地饮企业30岁生日，市长就大心安排庆生。嘛，清楚用黄金比例来调节酸饮入各家的新口味。透过冠南科技，能够把这个芒果它的寿命可以更延长。透过它的新的冷链冷冻的技术，那能够长期冷冻，而且能够保鲜，1年4季都可以吃得到。另外，透过茶之魔手它的一个香芒格格所做出的芒果饮品，我相信非常的可口，非常好吃，一定能够受到大量的消费者的青睐。也才预估全台湾500间门市一档将使用10万斤的爱文，打破季节的限制，成为今年冬天拢供应的好滋味。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台南市客夏日派对今年刷到归仁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有伫系列精彩演出甲市集之外，还有参观游戏、加上农会再新体验课程等等。归仁区农会特别为活动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泰特别出席为活动做宣传。归仁的市家栽种面积62公顷，坦白讲并不很多，所以很多我们
这个各地的消费者纷纷就已经用预定的方式，所以说还没上市就已经卖了很多了。所以说，如果真的大家对归仁世家真的有兴趣，想来尝一尝的话，想尝鲜要趁早。活动除了有归仁在地当季的食家，更加伫当地加纳米、林家甲绿地笋。今年以绿色、公益、饮食为主题。农会邀集农友将农特产品大上溯源条码，参与循环农业。响应政府的政策，因应主题世家全面晋升为溯源的农产品。每一个世家农都有验农药，还有就是 QR code， 所以呢，让消费者能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市长王伟摕伫会中更签署归仁农产永续共好联名活动，希望串联各界资源，为当地农产带来更较侪面向的永续发展。另外，活动也首度举办公益竞标活动，拍卖所得将全部捐赠予在地公益团体。除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同时做公益回馈在地。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用生命创作演唱台湾诗歌震撼人心的王明哲，因为进前拢伫个国外，而且做了袂少的曲。伫个王明哲国际音乐协会秘书长林雪星的安排，今年来开始伫个国内举办音乐会。即届透过议员李启伟加新台台语文的教授蒋伟文的牵线，将伫个8月19伫个成功大学成功厅举办诗与歌音乐响宴的音乐会。演唱的歌曲拢是台南在地有名的诗人所写的诗，王明哲谱的曲，希望保留台湾语文的水，用音乐来传唱落去。这场音乐会主要就是咱用到台南的诗，这有咱台南安尼真济安尼这个诗人因的诗配合着咱安尼王明哲老师伊的一个曲安尼创作出来的一个音乐，这有拢真有安尼，这土地一个感情嘛有拢有真有安尼这音乐性的一个真好听的一个歌曲安尼一个演出。咱所在联合国已经将咱的语言列入有可能会灭绝的一个语言，这个严重性所以。要救这个文化，上紧的方式就是音乐，有好的诗词、好的歌，传播大家唱、大家听。阮做这个工作，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救咱家己的语言啦这足侪语言已经死亡啊。所以我今仔甲这个渔夫大哥伊是先拜这内底伊上先辈。我有一个概念，互伊有足侪语言已经死亡，看有法度去透过写你的诗词内底变做歌来唱，就是唱的机会得转来，像我讲搭田啦，也是翘起啦，什么飞雷啦，这种什么囡仔已经听袂着，即款拢完全拢死亡去啊，无得用啊。所以咱诗词是毋是有怎啊插几句啊？咱过去的迄个语言把它救回来，无咱的死亡足紧的，咱的语言死笔记足歹记，唯一有可能就是音乐。王明哲国际音乐协会秘书长林雪信表示，这场的音乐会是特别为台南举办，因为这个作词家、诗人拢是台南人。下午出席活动记者会，有陆里门渔夫蔡启兰、黄氏诗人，还有市府文化局的主笔前议员李文静等人，大家共同为19号的诗与歌音乐响宴的音乐会来宣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古拉尼亚一个入口的景观山庄，对日本时代就开始提供上纯的乌色温泉。不过因为设备老旧，去年下半年开始，支付投入3300万进行内进补强加室内装修，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24间房的整修以民宿风格来设计，整个夜景加排水管线拢更新，为全新的面貌甲大家见面。这个启用，应该会为我们景光山庄带来新的风貌。刚刚看那个电视 before after 就可以知道，原来事实上很多设施都已经老化但是虽然它只有24个房间，但是在我们关安利亚的地区，圣光是足早就已经开始设立了提供也服务过很多的这个游客旅客，可以为地方为我们一方面为地方带动，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警务人员还有外来的游客提供一个很好的又很平价的休闲的地方。古拉尼亚温泉拥有全台湾唯一的乌色温泉，而且市长嘛强调泡温泉就是要泡温泉头来景观山庄的对啊。根据了解，整修以后的2人房对1100块到1400块，结婚2点钟55到700收费，也是比其他的店家较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所制作的台南旅宿职人特辑纪录片，伫全美戏院举办首映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宣传台南市是旅游第一品牌的城市。你可以出国，但是更要知道本国。所以说来到台南，其实台南就是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很多人都是很好。欢迎大家来台南。影片总共有2部，长度拢是30分钟，内容介绍优质的10间旅馆甲10间民宿业者，以纪录片的形式，探访感动人心的故事甲职人精神，呈现台南旅宿业者用心经营的友善环境。影片也会放伫台南观光旅游局网站，让大家来欣赏。透过镜头认识台南，透过旅宿职人的介绍，能够多来台南，我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这个粉丝来前来。观光旅游局表示，台南旅宿服务品质正伫咧提升，大房率拢得到拿到第一。伫今年的第1季也有非常好的成绩，趁着暑假旅游旺季，用影片来做宣传，除了让更较侪人看到台南的美好，也会当进一步带动观光人潮。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